北京啊，北京大兴区啊，这里面有16项，你看。然后关键时刻节目介绍那个北京地铁昌平线，发生车祸的情形，有可能气温突然太低了，然后交通工具故障。多处地方都太冷了，交通工具有故障，会撞成一团了。太冷了，车子没有办法开。北京啊，这里有16项。那如果是美国呢？美国华盛顿特区。只能打华盛顿特区，不能打美国。还要前面加哥伦比亚。不容易啊。这打字啊，字那么小。不容易找往前找。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3度了，大通县零下21度了，这么冷了。